歡迎收睇蛋撻 TV， 我係楊如思。從特朗普第一任期開始，就曾經揚言要將黎智英從監獄釋放出嚟。時隔多年，特朗普再次上台，依然企圖將黎智英當作中美博弈嘅棋子。點解美國會為一個香港階下囚花咁大政治資源呢？幾時都話美國佬同你講民主，就係想由傀儡做主。雖然作為亂港禍根嘅黎智英已經罪成，等緊判刑，但美國依靠顛覆系統散播嘅禍港種子依然潛藏暗湧，一批亂港漢奸依然潛逃海外，仲以所謂香港人議會打國際線，企圖借港涉華。仲有一班黎智英嘅精神信徒，隱藏自己政治光譜，潛伏喺香港社會，伺機而動。美國依然唔放棄已經失去利用價值嘅黎智英，並唔係出於道義或者承諾，而係仲想利用黎智英入獄前建立嘅亂港關係網，企圖捲土重來。而且黎智英作為全世界範圍內最重要嘅美國代理人，今次俾國安法一招 KO， 為世界各國反擊美國顛覆手段提供咗示範。其他美國嘅馬仔代理人都睇住黎智英下場。如果美國放棄黎智英，即係宣佈班代理人自生自滅、自求多福，即係放棄咗咁多年喺全世界佈局嘅代理人網絡，靠顛覆政權嚟維持霸主地位嘅手法不復存在。黎智英案3罪全部罪成，係咪代表美國嘅亂港策略徹底失敗呢？美國又會唔會就此放棄介入黎智英案呢？法律手段行唔通，美國又開始玩輿論手段嚟塑造黎智英言論鬥士形象，發動西方媒體配合黎智英個女作古仔，話特區政府特登唔俾黎智英治療，加重佢病情。實際上，黎智英已經罪證確鑿，香港政府冇必要針對呢隻過氣棋子。黎智英所有醫療報告都證明佢喺獄中有齊適當治療，所謂加重病情純屬誣陷。不如我哋假設，萬一黎智英死於獄中，美國先係最大得益者，自己代理人，成為所謂中國迫害嘅事例，俾更多理由西方借香港話題介入中國事務。黎智英一死，更加多嘅亂港線索死無對證，班潛伏嘅美國特務更加難被查出。所謂迫害黎智英對特區政府嚟講，簡直係無稽之談。但黎智英一死，對美國嚟講百利而無一害。究竟邊個想黎智英命喪監房？唔使我畫公仔畫出腸啦啩，又係嗰句啦。做美國敵人好危險，做美國朋友好致命㗎。黎智英案早已唔只係一個人嘅審判，而係對一條底線嘅捍衛。國家安全不容任何理由挑戰，新聞自由唔等於政治操控，國際關注唔等於司法豁免。12月15號判決落除，法院外嘅警戒線劃開嘅係兩個世界，一邊係香港法治，一邊係西方干預。黎智英案已經清楚話俾世界聽，香港唔係外國勢力玩政治權謀嘅舞台，香港法庭更加唔係西方國家嘅談判桌。蛋撻 TV， 我哋下次見。蛋撻 TV 有意思，同你笑住傾時事，開心 share 一齊睇，食花生俾個 like。